公毛影，这个气球呢，有时风若伤透，有影会失控。当然啦，降落伫较平的所在，就相对较安全。过来关心你公园的消息，有一个囡仔爱伫公园内面出石路，话讲出流浪，总是呢一算再算拢算袂善呢，算了真了有的大人感觉讲，哪会遐好算？有影真好算。若伫宜兰罗东公园内面呢，有一座这个动线，就感觉真奇怪。囡仔这个出来了啊，就搁斜对边啊，这个沙地了，才有到爬起来搁算一摆。这个所在有一个真矮，这个通路顶面呢有一个栏杆，顶面搁写啥禁止两过，互家长呢雾煞煞，这到底是安怎算才会有法度去顺利去算？县政府嘛解说讲，目前呢，这敢若是第一阶段完工尔，完成第一阶段尔，未来会争取经费，会到一寡所啊推，或者个公园搁较安全趣味。囡仔一个拄一个，你算出流浪，看起来真欢喜，想要去算一摆，但是发现讲，哪拢钱做伙，边仔行啊，做下身呢？上顶悬有一个铁栏杆，无爱有人行过，但是这动线看起来怪怪。你写个禁止穿越，那2、3岁的小朋友怎么知道那字？如果没有家长带，他们一定会这样上去，直接上去就下来。那小的在滑的话，那大的上去下来就会撞在一起啊。原来罗东运动公园内底这个出流浪，伊的设计就是要互大家踅过边仔的山坑行一日，再去对无障碍的坡道行去你出流浪的顶悬。边仔通道只是含山溪隔开，但是这款的设计，家长讲，伤小哦，惊伊的脚底烫到碰趴。评估是否加装这个所谓的一个攀爬绳啊，或者是绳梯，让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兼顾安全跟这个趣味性。教育处表示，现主时是第一期的工程，路尾手会阁增加设施，尽量让囡仔耍的所在会当更较安全、更较好耍。